Hello，今集介紹一間勁有水準嘅牛肉火鍋店，本身已經好出名噶啦，而家仲要開新分店喺皇庭廣場咋。食得潮汕牛，最重要嘅就係新鮮。店鋪有自家嘅農場，除咗可以穩定提供貨源之外，最緊要係保證新鮮啊。而店鋪領先全深圳啊，因為佢行一個新嘅玩法。眼前除咗牛肉以外，所有嘅配料全部一個價錢，任點任叫啊！價錢仲要非常之抵啊！記得慢慢睇埋落去啦。今集介紹嘅店鋪叫做就薑牛肉火鍋，本身只有一間店鋪喺科苑站，終於開到嚟皇庭廣場啦。嚟嘅方法好簡單，由福田口岸搭2個站就嚟到會展中心站，或者喺羅湖都係唔使轉車，搭7個站嚟到會展中心站。會展中心站嘅 C 出口一出，基本上就係落一層，即係我哋去盒馬超市嗰一層啊。大家只要沿住呢一條電梯向後行，就喺呢一個位置就見到我哋今日介紹嘅餐廳就薑牛肉火鍋。我哋當日大約11點半去到咋，已經非常之多客人啦。整體店鋪面積都好大，最緊要係每一個座位都坐得非常之舒服。大家想近近地喺福田口岸食一間牛肉火鍋店，絕對可以過嚟呢一度試一試。而店鋪嘅中間位置仲有一個大大嘅全透明廚房，可以俾你見到師傅喺入邊現場切鮮牛肉啊！店鋪仲要主打有自家嘅農場，新鮮屠宰，即時現食，3個鐘頭就擺到喺你張台上面，保證個新鮮度係最佳啊！再加上師傅嘅精湛刀工，每一片都係同一個 size， 咁樣口感先係最好啊！大家有冇見過啊？呢啲牛肉圈圈，其實首創喺深圳就係呢一間就薑牛肉火鍋啦。當時佢用呢一個形式推出，直情掀起咗深圳食牛肉嘅熱潮啊！間間店鋪都模仿佢。一上到台真係非常之有氣勢，仲有唔同嘅部位你可以一次過食晒啊！這個是吊龍，這個的話是嫩肉，這個是牛舌，這個是食餅，那個是食人，這個是胸口。好的 ，Hello， 今集我哋嚟到皇庭廣場啊！喺皇庭廣場要食新鮮嘅潮汕牛肉嘅店鋪真係冇乜㗎咋，而今次過到嚟就薑牛肉，佢係新開嘅店鋪，之前佢淨係科苑分店㗎咋，估唔到皇庭廣場終於開咗啦！而家佢有最新嘅推廣啊！每個人只需要19個9就可以任食42種嘅火鍋配料啊！有菜類啦、蛙類啦、菇類啦，所有嘅嘢19個9啫，全部都任食嘅。今次我哋仲要嚟到叫佢個就薑牛肉大團圓啊！咁大個圈，足足有6種唔同部位嘅牛肉可以食到，而佢仲有啲新嘅菜式啊！細細碟小份嘅牛肉，全部都分門別類話俾你聽，各個牛肉嘅部位添啊！價錢仲要唔貴嗰下先吸引啊嘛！而就薑牛肉最特別有自家嘅農場，每日新鮮屠宰，直接送到店鋪，保證3個鐘內啊現切送到你台面即刻食啊！咁樣先食到佢嘅肉感同新鮮感啊！今集我哋就試下呢一間就薑牛肉係咪真係咁好食先？就薑喺5年前就發明咗用呢一啲大圓圈嘅牛肉盤去擺設牛肉，圍住個火鍋。我第一次見到啊，都真係食慾大增啊！最重要係非常之震撼。而5年之後嘅今日，佢又有新玩法啦。最緊要係滿足所有客人，用更低嘅價錢，除咗食到靚牛肉之外，可以任食晒佢所有嘅配料配菜啊！究竟有幾平呢？平到19個9咋，就包括40種嘅菜品可以無限任叫，醬料啊、主食啊、餐位呢啲全部包括晒噶啦。分別有蔬菜類13種、瓜果類12種、1種水果類，仲有6種嘅主食啊。另外仲有豆製品5種、菌類3種、海產類都仲有2種咁多啊。即係好簡單，除咗牛肉以外嘅所有嘢食啊，全部你俾19個9就可以無限任叫。所以你睇下我哋4個人叫得幾誇張，成台都係啊！而除咗19個9有唔同配菜之外，大家仲可以平平地叫呢啲小份嘅牛肉食下，唔同嘅部位都有得叫。最重要係個價錢非常之抵啊，全部10幾20蚊就有一碟，價錢就真係完全唔貴啊！我哋4個人食，人均都係百零蚊咋，但係真係食到飽啊！因為佢啲配料例如果條呢啲飽肚嘅嘢食，全部都係任食噶。
第一個試下佢個小份嘅肥牛先，睇落去咧啲肥膏都好多啊，好似好吸引喎。好重牛味喎，佢有啲肥膏咧一咬好似化開咁樣喎。唔錯唔錯，不過啲肉咧就實淨少少。等我再試埋下一個先。大家真係任君選擇啦，好似我哋咁可以叫個就薑牛肉大團圓，238蚊一個大圈圈。如果想經濟啲咁食，就叫呢啲小份，淨係叫2-3碟牛肉，跟住加佢個19.9配料任食。你計落，隨時人均50零60蚊已經可以食到飽啊！再嚟介紹嘅就叫嫩肉啊！呢度啲肉咧真係好新鮮，啱啱咧淥咗10秒鐘咋，試下呢個嫩肉有幾咁嫩口先，點下啲靈魂醬汁先啦。好彈牙，同埋啲牛肉味真係好濃郁，可能真係3個小時送到過嚟咧，所以好新鮮，好好食啊！咁我哋就正式食呢一個大圈圈啦，就叫做就薑牛肉大團圓，價錢就238蚊。如果你計呢一個份量呢，3至4人嚟食呢個大圈圈呢，其實都非常之足夠。最好嘅就係你唔使諗啊，一個價錢就可以食晒佢6-7種所有唔同牛肉嘅部位。而大家記住啦，喺深圳食牛肉同香港最唔同嘅就係佢哋啲牛肉真係超新鮮啊！所以基本上你唔使淥得耐㗎，淥大約10秒鐘就食得㗎啦，半粉紅色嘅狀態，咁先至可以食到深圳牛肉最好食、最鮮味嘅效果啊 ！Hello， 再嚟我哋介紹嘅係牛肉嘅精華所在啊！呢個叫做吊籠，得好少部分有㗎啫。仲有望下，今次呢個吊籠咧有啲白色嘅肥膏，應該好嫩滑啊！試下先。不愧乎吊籠真係好爽口，牛味係真係慢慢咁滲出嚟嘅，不得不試呢個啊！而家就薑牛肉呢一個新推廣真係非常之抵啊！19.9一個人均咋，就有42種嘅配料可以俾你任食啊！無論有唔同嘅瓜類啦、蔬菜類啦，甚至乎係啲粉麵啦，全部都係任食嘅。大家計落就知啦。每一個人平時叫1-2碟菜加埋都20蚊啦，而家你19.9係任食喎，你食啲牛肉之後再加呢啲唔同嘅配料，基本上你一定係食得飽啊！所以19.9係非常之抵啊！大家過到嚟記得加埋啊！另外我都要特別推介啊，呢一個大圈圈入邊嘅牛舌真係非常之有水準啊！而食呢個大團圓又好似我哋咁樣，每一次將佢嗰個種類嘅牛肉淥落去呢，個效果又係好鬼過癮嘅，咁你就可以分別到呢一個大圈圈咁多種唔同嘅部位，邊一個地方最好食啊！如果各個部位有一樣特別好食嘅，咪再叫多個細份咯。食埋最尾呢個肉類啊，叫做慈仁啊，大家試一試先，相當之軟熟，比起慈餅更加好食啊！整體成個大團圓呢個圈圈入邊呢，肉味最重就係呢個慈仁啦，最好食都係佢啊，值得一試。最後再特別推介啊，呢個叫胸口油，爽得嚟又有個油香味，大家中意食油香嘅話，記得試下佢啊！呢個咧又係一個好特別嘅部位，睇下成件都係純白色嘅，因為呢個胸口油全部都係牛嘅脂肪，全部都係油嘅分布位置啊！你只需要淥2至3分鐘就食得噶啦。食咗我個口咧係嗦嗦聲啊，因為佢真係好爽口，好好食，食唔停口啊！今次就薑牛肉火鍋呢一個最新嘅配料19.9嘅玩法，真係令人別出心裁，用更低嘅價錢就可以食到咁正嘅牛肉火鍋啊！大家如果經過皇庭廣場，記得過嚟試一試啊！咁我哋今段片就介紹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多謝晒，拜拜。